做乜嘅？做乜嘅？华语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先做得准备做乜嘅？做先做得准备做乜嘅？华语是先前能准备做什么？先前能准备做什么？送茶前是要做乜嘅？送茶前是要做乜嘅？华语是上车前需要做什么？上车前需要做什么？出门前是要做乜嘅？出门前是要做乜嘅？华语是出门前需要做什么？出门前需要做什么？今日呢，客家用路学院节庆篇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今日的主持人星嘅，请大家继续收听客家用路学院，还有很多精彩的课程，等大家共下来学习哦。有限章来了。